到2025年的9月底，全台灣移工的總人數超過85.8萬人，這係來自印尼、越南、菲律賓等等東南亞的勞動族群，在產業甲長照的領域，工作的負擔是真重的。也毋過根據調查，平均每4個移工就有一個捌去互詐騙。詐騙的方式，第一，互投互偷用；第二，假頭路的中介。講移工會互騙去，上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無法度自由換頭家，而且還佫面對着非法的找頭路的服務費用，以及工時無彈性等等的難題。到底現行的法規也有啥物所在需要改善？政府佫應該安怎來保護這陣甲台灣的勞動破空建起來的外籍移工？咱這回來關心。好多人騙啊！他拿錢而已，他工作沒有了。Nowadays seems like you cannot trust anyone. 移工騙過的環境，就是讓移工來被騙的。移民工讓他不要掉入詐騙的陷阱，是我們的責任。為菲律賓來台灣12冬的 Lucy 買手機仔找頭路，真無簡單離開勞動環境無好的所在。距離來台灣上懸的年限剩2冬，目前伊暫時住在庇護中心，因為 Lucy 佫想要打拼，找留在台灣的機會，這攏是為着要互故鄉的囡仔佫較好的生活。I terribly miss my children. The feeling of helplessness when you see your kid get hurt, but you're not there. My eldest one, I think is almost 7 years. 雖往佇台灣足濟冬，生活佫有真濟困難。Lucy 上煩惱的是錢有去無回。2冬前，伊的老爸因為破病，需要一條醫療費用，伊四界請人鬥3工，煞差一點仔落入詐騙陷阱。That time I really need the money, so it was posted in Facebook and it has a lot of followers or something, so their information is quite a lot. I thought this company is legal. I give them some information about myself, my IDs, but when they said that they can give you more about a big amount, 100,000, but you have to pay 11,000 or 10,000 first. 好佳在迄時存款無夠額，僥倖逃過一劫。不過伊的個人資料煞洩漏。Because I don't have 10,000 to get to 100,000, so how can I avail it? I was afraid, of course. They use that information for something bad. Sometimes you will receive a package on your name, but you didn't order. 像伊安尼口罩招人，煞互歹人利用的案例足接看，甚至佫有人因為安尼食官司。很多的移工，他們剛來台灣的時候，他就會選擇到那種路邊的小攤販辦 SIM 卡，簽完名之後，就他也沒注意，因為那個文件也不會是有雙語的，可能對方其實幫他辦了不止2、3張，多的門號就被拿去給詐騙集團使用。收到傳票的時候，是一個他根本完全不知道的號碼。詐騙聲音互台灣派詐騙指導的惡名。在台灣的移工可能是受害者當中上無力的一群人。民間團體甲金融企業合作的一項調查顯示，平均4個移工就有1個捌互騙，受害者平均損失將近新台幣8000塊，月給2、3萬來算，這條錢對因來講是真濟。實際來到移工定開講的所在，發現詐騙早就是無共國家討論到相關的關鍵話題。好多人騙啊！有錢這樣，然後騙啊！很多人這樣子會分啊，亂分啊。那你會擔心？會啊，會擔心啊。人家說騙我，幫你找工作，拿你錢，沒有。啊，現在很多別人這樣哎，他拿錢而已，他工作沒有了。你也有聽過？我聽過，有真的有假的啦，很多假的。除了網絡假消費、口罩盜用、工課詐騙，佇移工的箍仔嘛真普遍。
這顯示哄騙的原因，唔是大意，嘛唔是貪，是有更加深的結構性因素，互因豆豆仔陷入債務困境。那你剛來的時候要還錢給中介嗎？9000多啊，快1萬了。每個月你要給9個月，現在還有每個月要給中介啊，1500。要一直給到你回應你。對啊，幾乎都是要移工先給一筆中介費，好，那絕大多數移工其實是給不出來的，因為就是沒有錢才要出來嘛。也就是說，他來台灣的時候，他已經負了債，是背債來的，他必須要每個月來付錢。他的所有的行動、所有的決定，都會因為這個債的影響而受到很大的壓力。真濟移工來台灣了後，愛分期納國強中人紹介費甲本地服務費。若是臨時有金錢需求，就會變做不法集團眼中的歹仔。那在這個權益不彰的情況之下，他更容易因為用錢的急需而被騙。這整個移工聘僱的環境，就是讓移工來受剝削，就是讓移工來被騙的。因為工時真硬，移工就會找地下管道來寄錢。這時會講母語的不法分子，就會讓移工戒心放定，納入陷阱。So if you are taking care of grandpa who don't sleep at night, so you will feel you are working 24/7. We are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we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labor standard act, especially in our day off. 那他可能幾個月之後可能放假1天或半天，你聽到那個自己的語言，然後看到自己的文字，會有一種很直接的親近感。有心人士就會利用這種親近感，博取你的這個信任。根據就業服務法規定，技術人員、教師、運動員等等專業的外國工作者有自由轉換頭家權利。不過，你若是來自東南亞，在台灣從事產業也是長照的移工，就無這項自由，讓因長期在無公平的勞資關係。勞動部進一步說明，坐辦公廳的外國人是為着接國際人才所設，也若東南亞移工是為着補足基層勞力，所以制度規範產生差別。我自己個人覺得，它一個很根深蒂固的就是階級歧視。然後我們對於所謂的比較有錢的國家，然後白領，覺得他們是比較素質比較高的人，但是其實我們是更需要藍領的工作者。移工若是離職，也是奉仕頭路，干那60天的時間，通好找頭路。只是若個轉圖，就會變作是限時挑戰賽；若是無好好思考，就會變作是哄騙的被害人。Halo Cek, kemarin ada lihat lowongan pekerjaan baru nih, tapi gajinya gede banget, tapi juga harus kasih buku tabungan ATM. Apakah itu oke, Cek? Kamu tahu dari mana? Apa ada cek tuh kebenarannya atau enggak gitu loh. Soalnya sekarang di media sosial kan banyak penipuan. They will post a job order if you will pay maybe 10,000 to 30,000. They will meet in the 7-Eleven, then they give the money, then they were told that, oh, you just wait for my message. When can you come to the office to sign? Finally, yeah, the guy disappeared. 我們之前有協助過一個移工，他3年的合約快要期滿了。看到有一個人說他那邊有工作，繳了3萬還4萬，對方就跟他說：“你現在直接的從工廠離開，然後到新的工作這邊去。本來的雇主或中介聯絡你的話，你都不要理他們哦。在那邊的工作其實也不是合法的工作。他不僅被騙了錢，他連身份也因為這樣變成失聯的移工。”疫情過後，他們就比較喜歡用新血，導致說在國內轉換的時候比較困難。這些中介就找到點子啊，然後就是把這個買工費提高。現在有聽說到4-5萬，它就是其實逐年上升這樣子。因為這是非法的，它怎麼可能有任何的認證系統呢 ？Nowadays, even your friend they can scam you. Even it seems like you cannot trust anyone.
勞動部表示，買工費是非法的，會當罰10倍至20倍罰金，呼籲被害人會當主動檢舉諮詢。不過對移工來講，恐驚無遐簡單。Because we cannot really speak Mandarin very well, so we cannot explain the situation sometimes. They can also be blamed for giving away your information. They may think that they given us enough warning. 他們都會用各種很聰明的方法來規避。對於移工來講，他們最重要是我趕快要有工作啊，他們反而是不敢檢舉。我給了錢或者我承諾給錢，我開始要工作了，這時候你敢檢舉嗎？我中間不會跟老闆講說把我開除嗎？那我這個工作又沒有之後，我下個怎麼辦？你們會幫我再找一個工作嗎？根據調查，移工若碰到疑似詐騙，大多數會甲共鄉的也是移工團體來協助。捌試過報警的比例無到1%5，這顯示原本的通報機制效果有限。學者認為，政府應該要主動介入改革制度，才當徹底解決。我覺得第一個當然正本清源，就政府要能夠把規定能夠越快修改越好，立下一個移工不需要因為他的工作而付費的這樣一個原則。長遠的目標是，就是廢除仲介的制度，讓這些聘僱的流程或者是這些服務，應該是要由政府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來媒合這一塊，或者是提供給移工足夠的保障。政府不能說他們自己要有防備，而是要讓他們有話的時候可以去說，有路可以回頭。我們現在移民工有140萬啊，政府在打詐的過程當中，不應該他們被排除。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雙證件和委託書來開戶，你的證件被冒用哦，紅色體金融。今嘛，某公司啟用科技的力量，幫助移工建立更加安全的匯款加理財環境。第一步的話，我們可能就是要選擇是用什麼支付的方式。好，這邊移工比較常使用的話，可能是個大的便利商店，可能要先建立他的那個收款人。下一步的話就是他要匯多少的台幣的，那個 APP 就自動把它轉換成雲端，全部都選完按確認，它就跳出那個代碼。除了我們有2300萬的台灣人之外，還有將近有80-90萬的外籍工作者。如果我們用一些科技的元素，然後輔以完善而且是受監管的金融制度，那是不是能夠開創一些不同的服務？用新名制度來驗證，提升下國寄錢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加地下金融的使用率降低。銀行當然第一個就是它有時間限制。加上語言的部分所以可能在溝通上面會有一些隔閡。以往可能會在移工的商店，或者是交付仲介，代為匯款。那我們現在只要用一支 App， 就可以輕鬆的做匯款的動作。那中間也做了很多的認證，可以避免他的賬戶被冒用。監管金流即時發現怪奇，是防止詐騙關鍵技術。我們內部的話，我們會有一些防洗錢的機制，例如我們可能偵測到有 sender， 然後他匯款到不同的受款人，或者是單一的受款人，他有就是收到不同的 sender 這樣子的情境的話，我們會做交易監控太陽上面的一些機制，那我們就會追蹤用戶的這些行為，去做相對應的措施。So nandito na naman tayo sa ating 科技公司的團隊成員有4成是為東南亞來的，甲共鄉的推廣合法金融工具，因是一項足大的力量。為金融服務出發，嘛佇線頂成立社群平台，用母語宣傳反詐騙。Mabuhay Filmonians! At iwasan ng pag-click ng any suspicious links dahil maaari itong makasama sa iyong pagpapadala. Pagkatiwalaan lamang ang lisensyado at rehistradong padalahan ng pera. Okay, tama po yun. So mag-ingat po tayo, no? So kailangan pong kilalanin natin ang ating mga papadalhan para mas makasigurado po tayo. 那我们也有自己的社群平台，跟移工們做互動，會加入母語的提醒，防止他們詐騙。境外工作者他的工作或生活，我覺得金融都是一個非常關鍵而且重要的載體，它也是社會幸福感跟社會流動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大家在同一塊土地，都是為了讓周遭、讓自己生活的這個空間能夠更好。少子化、人口老化和勞動力減少，台灣人力欠工，政府一方面擴大開放名額，
另外一方面，也是把移工定位做補充人力。若是無好好健全環境，想要佇國際人力市場保持競爭力，恐驚無遐簡單。不斷說要引進更多的人，其實代表什麼？我們是需要他們的，不是他們要來搶我們的工作，是我們巴不得他們留下來。可是問題是，我們要他們的同時，我們又沒有創造好的環境，人家為什麼要來？當一個移工不用付費來台灣，他身上沒有債，他就可以比較平等的對話，掃除這些收費、這些詐欺的，那這個環境就比較健康、比較正常一點。那移工也才不會害怕。So I hope they are be more open for us or more understanding. 當一群人用青春歲月奉獻給咱的家庭，把台灣產業的基層建起來，優先尊嚴是因應該愛得到的尊重。要安怎幫助移工遠離風爆射的陷阱？考驗台灣是毋是有信心、甲決心，成做勞動者的安全之島。